第8章，天堂係實現夢想嘅地方。史威登堡筆下嘅天堂，真係一個理想社會。人類歷史上唔知有幾多領袖，曾經夢想建立呢種理想社會，但一直都冇人成功過。喺人間地上界實現理想社會，可以話係一個永恆嘅課題。所以我哋成日都會覺得，所謂理想社會只存在於夢想入面，天堂就係人類一直描繪同思念嘅理想社會。喺書入面講到天堂呢個理想社會時，史威登堡想寫下喺天堂見到嘅理想世界。佢嘆氣咗好幾次，因為用世人嘅語言文字，好難完全表達到天堂嘅真相，煩惱咗好耐。史威登堡講，所有人都想得到幸福，某程度上，幸福就係快樂。人會盡一切努力去追求幸福，講到底，其實都係為咗享受快樂。不論係賺錢、追求名望、貪戀地位、權力、財富，又或者做藝術創作，都係想得到幸福快樂。按史威登堡嘅講法，如果要用一句說話形容天堂，就係一個充滿快樂嘅世界。嗰度係一個充滿豐盛同滿足嘅全新世界。但係天堂嗰種快樂，唔係世人以為嗰啲物質上外在嘅快樂。我哋喺人世間諗出嚟嘅概念，同靈界實際情況比起上嚟，通常都太過膚淺同粗糙，好難表達實相中嘅精髓。可以咁講，人變成靈體之後，上到天堂所感受到嗰種喜悅同快樂，先至係真正嘅喜悅快樂。如果未親身經歷過，好難明白嗰種係點樣嘅快樂。人作為肉身所感受到嘅快樂，好多時都只係感官上嘅刺激，同天堂嘅快樂完全唔同。人喺世上脫離肉身之後，呢啲感官興奮都會變得失色，淨係靈體感受到嘅喜悅，先至係真正嘅喜悅。天堂嘅根本法則，用一句話講晒，就係利他之愛，亦係造物主之愛嘅本質。所以天堂入面嘅所有靈體都實踐緊一個人嘅幸福，就係眾人嘅幸福，而眾人嘅幸福就係一個人嘅幸福。呢種觀念，天堂入面每個靈人無論做乜，都係為咗全部靈人嘅幸福，而全部人做乜都係為咗獨立個體嘅幸福。天堂社會嘅原則，就係每一個人都徹底實踐以下嘅律法。喺馬太福音22章37到39節入面，耶穌曾經講過嘅內容，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力愛主你嘅神，呢個係誡命入面第一，而且係最重要嘅。第2條就係愛人如愛己，呢個係耶穌嚟到世上俾世人最重要嘅叮囑，入面有真正嘅兄弟姊妹之情。愛人其實就係愛世上所有兄弟姊妹，即係四海之內皆兄弟，所有人都係我哋嘅同胞。越多人去實踐呢個原則，個世界就會越接近理想社會。咁樣嘅世界會有爭鬥咩？仲有妒忌咩？仲會唔會為咗利益去害人？全部都唔會有。呢個就係天堂社會，就係理想世界。史威登堡話，天堂就係可以實現呢啲夢想嘅地方。其實呢種天堂社會嘅例子，人世間都有，只不過唔係我哋個社會。呢個例子就係我哋嘅身體。據講我哋體內有多達60兆以上嘅細胞，各自發揮唔同嘅功能。喺健康正常嘅身體入面，細胞之間唔通會互相攻擊鬥爭咩？會互相嫉妒咩？細胞都各自負責自己嘅工作，但所有細胞加埋一齊，就可以完美咁為成個身體嘅幸福去運作。
身體入面每一個細胞嘅存在，就係為咗發揮呢種功能。如果細胞之間有個人主義、攻擊、爭鬥、嫉妒，呢個身體會變成點呢？細胞只會為咗整體去互相幫手合作，整體先至可以過得好，而整體過得好，細胞先至可以過得好。咁神奇嘅事，到底係點樣做到㗎？因為所有細胞都係靠神經同大腦連住嘅，大腦掌管住一個可以完全統一成個身體嘅系統，再由循環系統供應養分。所有細胞都唔可以單獨脫離呢個系統，而中央統一系統會為咗全體嘅幸福去落命令。打個比喻講，個大腦就係神，而細胞就係每一個人。右手會無端端同左手打交咩？隻手會因為隻腳污糟又臭，就特登避開隻腳咩？如果隻腳污糟咗，隻手就會去幫隻腳洗乾淨。如果有隻蜜蜂飛埋嚟，想針人個頭，個腦就會透過對眼攞情報，跟住命令隻手去驅趕隻蜜蜂。如果隻眼見到一幕好好笑嘅事，嘴角就會笑起嚟。如果耳仔聽到好動人嘅音樂，眼睛就會流出感動嘅眼淚。所有個體做嘅任何事，都係為咗全體，而全體存在，都係為咗實現個體嘅功能同目的。呢個先係完全達到協調嘅社會，由一個統一嘅系統去指揮，所有個體都為咗共同利益而努力，又互相幫手，先有可能做到咁好嘅效果。完全體現出呢個原理嘅地方，就係靈界嘅天堂。點樣先可以進入天堂呢？其實所有人都係承載造物主大愛嘅器皿。雖然神嘅愛無限大，但每個人只可以承載到同自己氣量一樣大嘅愛。天堂入面嘅靈人，因為愛嘅器皿夠大，所以承載到造物主滿滿嘅愛，同時接收到造物主幾多嘅愛，就代表呢個靈人喺天堂入面有幾大嘅價值，或者可以講等於係佢嘅靈性等級。靈界嘅階級就係由呢個器皿有幾大嚟決定。但係地獄中嘅靈人係擁有一個無法接收造物主大愛嘅器皿，因為自私自利只愛自己嘅狹小器皿，係邪惡嘅器皿，根本容納唔到神嘅大愛。呢個承載造物主之愛嘅器皿，係要靠喺人間生活時打造出嚟。所謂打造器皿，換句話說，就係靈性嘅成長。靈性要成長，吸收嘅營養就係愛。如果肉身喺人間生活做到愛神同愛人，承載愛嘅器皿就會越嚟越大。喺人世間付出幾多愛，喺天堂入面就會獲得幾多愛。呢個就係進入天堂嘅秘訣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想入天堂，喺人間生活嗰陣，就一定要實踐以下兩條律法，即係愛神同愛人。實踐出嚟嘅成績會累積喺靈體入面，而呢樣就決定咗去到天堂之後，可以接收到神幾多嘅愛。靈體脫離肉身，恢復本來面目，入到天堂嗰陣，其實靈體就係自己嘅愛所表現出嚟嘅一種形態，同時更成為接收造物主之愛嘅器皿。而地獄靈又係點樣嘅呢？地獄靈喺人間生活嗰陣，完全冇實踐神之愛嘅人，佢哋打造咗只愛自己、自私自利嘅器皿，所以去到靈界之後，佢哋就剩返邪惡嘅器皿，一心只係諗住填滿自己身心嘅慾望。此外，天堂仲有另一種絕對嘅價值，就係純真無邪嘅人格。所謂純真無邪，就係好似雪咁白，一啲污垢都冇嘅純真。呢個亦都係進入天堂好重要嘅因素。耶穌講過，
如果你哋唔回心轉意，變返細路仔咁樣，就一定入唔到天堂。無論邊個啱啱出世嗰陣，都係一個嬰兒，都係處於純真無邪嘅狀態。不過呢啲只係外表上嘅純真無邪，跟住會經歷童年期、青少年、青年、壯年，甚至老年期。人生入面會有各式各樣嘅經歷，人會受到邪惡嘅引誘，會受到貧窮折磨，喺人生入面歷盡酸甜苦辣，流眼淚、喜悅同歡樂，同埋喺過程中形成自己嘅人格。喺人生路上，人會遇到無數善與惡嘅分岔路，一路掙扎奮鬥，過程中亦會受過來自天上嘅善良引導。如果去到老年期，都仲可以堅持自己嘅良心，就會開始再變返細路仔嘅狀態。呢個時候就係喺有經驗、有判斷力同理性嘅情況下，令個心慢慢返老還童。呢啲老人家可能無論內心定行為，都變到好似細路仔，可能會冇咗記性，可能會變得好依賴家人，各方面都重新變返好似幼兒。似細路仔嘅另一個層面，就係表裏如一，唔虛偽，唔欺騙，咁樣嘅人就能夠踏進上天堂嘅正路，死後一定入到天堂。蠶蟲成長嗰陣，會食好多好多桑葉，食到個身都變綠，但係準備結繭嗰陣，佢哋又會乜都唔食，將啲嘢全部排晒出嚟之後，個身就變得好透明，跟住就開始吐絲作繭，到時候準備變成飛蛾，就已經差唔多完成蛻變前準備。呢個比喻就等於進入天堂前嗰種天真無邪嘅狀態。反過嚟講，經歷過各種曲折人生之後，如果係發展出一套邪惡嘅智慧，跌入自我為中心嘅享樂同慾望，就會失去將真愛器皿做大嘅機會，反而令邪惡嘅器皿不斷擴大。史威登堡曾經喺天堂入面見到未開化民族嘅靈人，佢哋喺人間時住嘅地方都只係啲部落村莊，稱唔上係文明嘅地方。但喺同嗰啲靈人傾談嘅過程入面，史威登堡有個好大嘅發現，就係淨係靠信仰係入唔到天堂嘅。所謂有信仰，通常都只係停留喺認知層面，淨係咁樣，仲未算係傳播愛、付出愛。呢種信仰要進一步作用喺意志上，變成善良嘅行動，信仰先可以結出愛嘅果實。呢種叫做行動式信仰。其實講到最本質，信仰同愛唔係兩件事，而係同一件事，或者講，兩者一定要合二為一先得。未開化嘅民族喺天堂入面過住天真無邪、簡單又爽快嘅生活。佢哋喺人間嗰陣，其實都冇學到乜嘢，淨係過住非常簡單樸素嘅生活。但佢哋喺天堂個樣好靚，而且仲會發光。最令史威登堡留下深刻嘅印象係，佢哋已經冇晒嗰種土頭土腦嘅外表，無論係人格上定係文明程度上，佢哋都係住喺最高天堂入面。喺人間地上界嗰陣，呢班人一個字都唔識，但喺天堂入面受到天使靈人嘅指導，知識同思維開發咗之後，佢哋嘅智慧甚至比人間嘅學者仲高。